Life Default。如果真係咁好彩火燭啊，我諗第一件事一定係 passport 啦、cash 啦，同埋啲珠寶咯。如果話要留啲乜嘢嘢留翻俾我自己嘅細路哥咧，我諗唔使問啊，就係一定係珠寶噶啦。咁危急嘅時候，可能會淨係揀我覺得最貴重或者最中意嗰件咯。我設計首飾嘅時候，俾佢哋嘅時候咧，我就希望佢哋係可以唔同嘅場合可以戴到，仲可以分層嚟戴嘅。咁變咗佢好輕鬆嘅時候，或者着條牛仔褲好 casual 嘅時候，佢都要可以戴。咁我覺得現代嘅 jewelry 應該係要好生活化咯，可以成日用到先至係最有 value 嘅設計咯。叫自己做珠寶醫生嘅 Dilys 做咗珠寶設計22年，擁有自己嘅品牌之餘，最擅長就係將客人現有嘅古董首飾去重新設計同埋配搭。佢認為寶石具有紀念價值，又可以保留一世，只要花啲心思同埋創意，古老都可以變時款，仲可以代代相傳。Jennifer，我想問咧，我知道你幫人哋重新打造嗰啲珠寶啦，咁其實成個過程入邊咧，你覺得你最開心嘅係邊一 part 啊？最開心嘅就係睇到啲人嚇嚟拎去件首飾嘅時候嗰種驚喜同埋好突然嗰個表情，我就最有滿足感，因為佢哋初拎嚟嗰啲首飾咧，就係好多時都係 grandmother 啊，或者係媽媽啊以前屋企留落嚟嗰啲首飾，嗰啲嘢已經太過時啦，嗰啲款，咁佢哋唔中意，咁我就同佢哋傾偈嘅時候，我就唔係㗎，你拎翻出嚟啦，因為嗰啲珠寶啊、嗰啲鑽石、寶石，其實佢哋本身嘅 value 係好好嘅，就算個款過咗時咧，我哋都可以同你重新 redesign 過、創作過，咁你就會成為一件現代而家可以戴得好靚、好名貴嘅首飾㗎啦。中國人傳統都會中意留翻啲舊玉俾啲乖孫陀，不過而家陀玉又真係老土咗啲。如果用大自然做設計靈感，將佢變成一條翡翠頸鏈，而每一條垂落嚟嘅吊飾可以變做長長短短嘅耳環或者係吊墜，咁啊隨時都可以戴玉咯。呢件珠寶喺鶴頂紅古董化石上面雕刻花紋，可以做心口針、頸鏈，又或者係耳環。而用咗鳥頭骨化石嚟做主石嘅頸鏈，以天然珍珠、純白色鑽石、紅藍寶石同埋天然翡翠玉嚟到做配襯之後，就完全同千年化石扯唔上關係啦。我最滿意嘅咧就係最近設計嘅亭台樓閣，我取材自嗰啲中國嘅建築物，咁就配喺嗰個設計喺個白冰玉上邊，然之後再配一個好西方嘅寶石，咁黑白兩個色配上嚟咧，又有時代感，但係又有帶一啲我哋中國式嘅古典味喺度。通常個過程大概要幾耐啊？即係由我帶首飾入嚟，俾你睇，直至到我可以攞翻啦，大概要幾耐？如果當然簡單嘅，我哋可能係3個禮拜啦，至2個月啦，係啦，都幾快。係啊。如果好複雜嗰啲有陣時，有啲人係要求好高，要真係好特別，好特別，可能我哋喺諗嘅過程會耐啲，咁就會有陣時係3至半年都有試過嘅。咁你自己又中唔中意寶石咧？我非常之中意。我諗冇邊個女人係唔會中意，我唔中意寶石。係啊，我自己係非常之中意，同埋不同顏色、不同類型嘅寶石，我都好中意研究，好中意收藏嘅。咁for你自己寶石嘅意義係啲乜嘢咧？每一種寶石，唔同嘅寶石都有好有神秘感，同埋好有佢哋自己嘅力量嘅。所以我覺得用佢嚟做成珠寶咧，其實我哋人戴咗咧，其實我哋都係同佢嘅，即係可以吸到佢嘅能量嘅，對我哋自己嘅 energy 都有提升嘅。OK， 好 ，thank you，Dilys。OK， 多謝晒你。想翻新古董珠寶，其實有好多原因，想保值啦，唔好嘥咗啲珠寶啦，或者係留俾下一代。不過我就簡單啲，啲首飾設計係要嚟戴嘅，唔係擺喺保險箱㗎。